那个车应该咱来自目前咱会场也阁有将近7600个，这是根据咱的电脑咱这个电音马上传播到我们的微博以及我们内底，总共目前也阁有7000几个，伫咱这电脑中这个庙顶啊，所以讲咱全力用咱的歌声来拍鼓啊，欢迎王立友帅哥坚持拍鼓，多谢各位。 啊，一个手刷，这是总裁听小李有的心意，特别派咱斗六市梁后宫上水的美女，一个手做一个好朋友，恁大家讲好唔好？是是。安尼看多来就对。你是会惊，还是你无介意？
安尼吼。也是你看到伊，你会想要走，啊，你加啊未？你无介意往你哦。啊未加，啊未加，安尼讲啊一段，啊你若是伊就我啊，你做很死的。无啦。来，甲小姐过来一个小姐拍戏啊！你捌看过啲大牌哦？到啦，今仔日这里办这个中秋联欢晚会，张总裁这个机会邀请翁立友来到我们的中路乡，这小姐看到你心肝内是无限的欢喜。其实吼，头拄只你有咧唱坚持，我替你摸会使你无？会使会使，帅哥，谢谢，这哥哥替你摸使，谢谢谢谢，会使你无？啊，会使你无拍电话咧，我嘛做一下大牌。从来毋捌讲我咧做饮料来甲送花。拄只吼，拄只这首坚持哪唱的当中，你有感受到现场应该有足侪好朋友吼，恁的这个人生奋斗、打拼这个过程当中，就是亲像汪丽瑶唱这首歌同款坚持，这两字安尼吼，人生吼绝对无。天顶家己刮落来的成功，就敢若亲像咱今仔日咱的总裁，我们张景德张总裁吼，安尼一步一脚印。迄个时阵你哦，去你台北吼，我住中华，若伫台北，迄阵拢无钱吼，无所费。其实我伫演艺界足艰苦、足辛烦的时阵，我上爱食的就是前都吼，咱的刷刷锅。为虾米？因为价廉又物美，伫迄遐，阁有冷气通好吹，豆豆食。豆豆感受到咱这个全都对每一位顾客吼，伊这个食材汤头吼的这个疼惜，所以讲一鼎虽然有可能才卖几百块尔，但是呢，伊鼓励到足侪出外囡仔，尤其往旅游吼，伫咧台北食到咱的吼全都的这个吼安尼汤吼安尼烧烧吼，伫咧这个寒冷的冬天，人情冷暖的社会，啉到这碗汤。讲真正吼，我阁有拍拼的动力。我们再次给张总裁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。来，谢谢我们汪立友帅哥将他的过程就起给我们的张总裁。一个恁阿嬷、恁妈妈咧找你，找到老外婿，绝对就唔甘的啦。阿嬷，伊的阿嬷叫恁的阿嬷。你减一个 A 就足歹听。对，减一个 A。你咧讲小生，我讲台语嘛。不是啦，刚才咧讲咩啦？我说刚刚没开玩笑。来，今天我们的翁立友哈，难得我们的台北市来到我们的斗六。那么今仔日，咱来邀请总裁，以及咱今仔中路乡这所有头人，今来台顶代表咱中路乡团结一致，要来为天上圣庙，为日日正行，继续努力，继续打拼。咱这头人请上舞台，咱的刘总裁，他要照一张相。满足我天上圣庙哦，来张总裁，望你上舞台，包括咱现场的大家会。现在是我们的第19奖，总共有5名哈。LAPRLO 哈，立善18出的，总共有5名，来，号码是1979，来，第二张3447，第三张3910，来，第四张是我们1851，不会啦，不会，只要有我们的那一台车在现场都不会跑，你放心，我保证那一台车没有测试机，绝对不会跑啦。我主持这几年18年，我唔知讲这用心伫倒位。他们的用心就是今天晚上来等这一台车，大家说对不对？他们的心态我知道，主任委员请放心，咱们绝对不会离开。这台车我们那边都在谁家？他们晚上都是来等这一台车，大家说对不对？王立友来到，王立友你有偌高？你有一台车，我开等你我到。所以对王立友引导咱台。你那个叫迄个刘德华来，大家比袂过一台车。对，大家嘛是咧爱。我唔敢改车比啦，连去4条电话都比袂。对，来，我抽一张吼。来，迄个生保14寸5个。今日你以为要搁赶高铁的，咱唔好讲眼前吼。2696。来，继续第2位是咱7113。来，第3位是咱5309，第4位是3829。来，第5位号码，号码是我们的3713，3713。来，你哦，即摆互你歌笑的，后壁毛仔我再搁来抽，因为人旅游甲苏婷，人遐搁赶去坐高铁，这甲规暗时钱，即摆真歹趁，搁以后总袂趁。
咱11点仔分先离开，咱即个来摸彩。哦，咱的水员车若无抽出去，绝对人摕袂走，所以放心，所以放心。这我定咧主办，我知影，新北市我定咧主办。重点啊，重点若抽到迄个啊人转去啊，搁顶抽到。是，当然迄大奖的一台哦。你讲60万年，你开玩笑？为了这台车搭帐篷都值得啊！当然了，开玩笑，你躺着晚上睡觉没有得到那一台车，当然今天晚上绝对不回去。大家说对不对？啊，给马丹这个。是，来啦，那我就接下来带来 OK 歌曲《我猛批》。来，我问天哈，大家都朗朗上口。我猛批，有要听无？啊，有要唱无？有要唱无？要唱哦，我就行落去唱好不好？你若比我较大声，我就落去哦。伤细声落去就无味。来，大声吹起来，奥利有没有？打成一片。来，第一段我好好的唱，我在台上好好的唱。第二段就听你们的意见哦，再做决定啊。像这段。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？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我不能玩中正福利。想不想再留下来这边我？如果要的话，请你们把迟来的力量唱出我们厉害。1、2、3。报告委员。
就是他的不知道是师姐还是师妹，是，也就是王丽友听因师姐啊，就是咱起码应该是上师下庭王诗婷。哎，既然会当讲伊是你的师姐，你我师姐啊，真的吗？真的啊，因为哦，我读高中伊就出香车路口。高中的时候就听他的歌长大的哎，伊讲无变嘿，伊无变我变了嘿。你变什么？我变老。应该你变英俊了。她变得成熟美，真的，我刚才看到她，才知道真正的女人长得怎么样。心理，她的外号叫心理教主哈。教主哎，我知道，大家现在买她的唱片，就是晚上睡不着觉。是，而且最近那一首《满天星》，对啊，很好听哦，大家听到都马上睡。今晚要叫伊看出来创啥物？我今晚要叫伊讲哦，你选一条介好唱。哦，安尼哦。舞棍来为恁伴舞。这是你决定的吗？不是我决定，是咱天上圣庙赖有入来咱家。真的吗？伊无你若无问天上圣庙，要咱黄诗婷、咱王丽友合唱一首歌，请掌声鼓励，代表天上圣母。这是无理的要求啦，这个是一单一啦。俗话说得好，民意它是不能违背啊。当然啦，我们要顺应民意。你看我们的民调这么高，看到翁立友、黄诗婷这一对才子佳人，送入洞房，有多一个英俊，多一个美丽，生出来的小孩更英俊，大家说对不对？今天呢是天上圣母，又不是月下老人。我知道啊，月下老人今天还没有演啊，今天8月10号还有5天，他才会预演啊。是人更团圆。那这样赶快事不宜迟。哪一首？事不宜迟。哪一首会唱？我不知道哎。哪一首会唱？卡拉是不是？很有力啊。我们的美女。什么歌？什么歌？什么歌 ？OK。啊。不，玩牛咯，玩牛咯。请他出来好了。来，我们的诗婷小姐，因为这个是临时的，对，临时的，要彩排的。这个不好诶，唔知要唱啥，伊家决定啊。母亲，妈你出来，要配合你们怎么跳？什么歌？单条力是不是？要恰恰还是吉利把花好吃烫的？请里面的人给我一个指示，是单条力吗？啊，没错，这首歌是这个我甲伊对唱的，对，单条力啦。来个诗婷拍花子嘞！你看，为了江湖中后到尾，甲咱老百姓嘛，有一代无一代，甲诗婷拍花子。哇，郎才女貌，真的是天赐良缘，天作诸侯。那好，这一对给他们做夫妻好不好？哇，好搭配哦。讲到你，我这呢爱你，若无你，我不知行对倒位去。为着你，心内你，有你我的笑容永远我目边。谈到你，烦恼就随风，无论海角天边，海角天边。有一个那么好的夜晚献给我们，谢谢各位，再次掌声鼓励给张总裁，谢谢。无论海角天边，海角里。一心甲你做阵行，啥物艰苦。
你的心我嘛拢知影。长大的，谢谢。真正吼，两个个会互相相补，互相闹开。你去调，对走啊，你去调，你家己去转电脑去调资料，相吹路口看当时出的。应该是说他先出名了。哎，你的坚持跟你的上演，是应该12年前出来吧？不，2005年。2005。啊，费年前的代志。你咧5路在新庙，恁阿舅过来找我，讲互阮卫星啊，王力友唱一条歌，你记得吗？5路才10秒就我们的台湾，不但红豆我们台湾，现在大陆14亿多的人口，刚才总裁有在谈论说，大陆14个外拢爱听伊歌，但这个哥哥，我问天，敢若当初叶启田爱拼才赢，目前即马包括新加坡、马来西亚，你讲时间也长啊，是哦，啊你也要赶高铁，唔知有当坐无？若无当坐就笑到12点。你看，你讲到无？大家嘛好，这大家拢吼，大家拢安今仔日吼真欢喜，咱赶紧互大家紧抽到迄台车。哦，这是我蛮足期待，你知道吗？嘿，啊，你有摸彩券吗？啊，你有摸彩券？我没有摸彩，但是我有一颗祝福的心。哦，祝福大家能够得到这一台。对，每一个人今天来到这边都是满载而归。OK，欢喜的等你。来，最后一首，互王力友为咱今日店铺中献上圣料好听歌。这首歌是力友今年上新的这个作品吼，歌名叫做《弯腰路》。来，弯腰路，拍拍，我哋起来。相信我们再次给今天最辛苦的乐队老师，还有我们名主持人听卡金妹吼，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谢谢谢谢各位谢谢。天若要落，阮着想变乌。来做手的卖药，情若无时，风变做雨，红若用怎补？为何的一阵的塞目爱到这呢久，是啥人来怨妒？行到无退路。是啥人的苦楚，心难自然过来，就来感受，但愈忍愈好。
万寿路，我的你啊，就在对路途。一句话，一句笑，一句笑，一句笑，情万寿路。谢谢。各位，翁帅哥带来好听的歌曲，再一次给他掌声鼓励。谢谢大家。